您这副业搞得可真有排面啊！客气客气，都是小本经营啦。哦，东西不少呢。嘿，哇，哦，您这枚3星元神，小店愿意收下，出价350。啊，350？不行不行。小店是小本经营，赚不了几个小钱。便宜点，300。啊？最多250。成交。您拿好。3天前，你收购一枚2星元神，出价600金。哦，原来你在坑我！哼，我是正经商人，又没有强买强卖，何来坑字一说？况且我只是顺水推舟。纵然顾客智力不高，但商有商德。对，要讲道德。智力不高，还用说吗，吉林？罢了，1000金，不能再多了。